哎，轩，你怎么看起来在生气啊？不是啊，这有些客人真的是很欠教育。我讲真的，刚刚业务就跟我回报，我最讨厌遇到一个状况发生了。像我们不是都会给客人我们的联盟保护嘛，1年或2万公里嘛，等于说是给你们的一个保障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去使用这个权益。先不讲没有按照联盟规范去保养的人，甚至有些客人连起保都没去起保，哈，给他权利他也不要。对，我们今天给你们这个保护是希望说，哦，你们可以好好照顾车子，依照联盟规范的保养去走，是不是？你的车子也会有保护，5大主体嘛，引擎主体、变速箱主体、发电机主体、方向机主体跟启动马达主体。总而言之，就修起来很麻烦、很贵的东西，我们都给你们保障嘛。那你们今天没有照着规范走就算了，你们今天不去起保，然后开个1-2年就说，哎，子轩怎么开了1-2年觉得车子开不顺，车子怪怪的，然后才怪我卖代修车，哎，拜托，你都没有正常保，你们好好顾车，你觉得车子会开得顺、开得好吗？你会在乎保护这种东西吗？底下留言跟我说。